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嘅時間咯吓，我哋偏前少少坐，一模一樣啦，伸直腰放鬆。我哋今日咧學寫字喎，OK 啊？咩字咧？英文字下一齊做下。好，雙腳咧就係分開少少得噶啦吓，坐翻好，好兩隻手攞嚟上邊先。呢個咩字咧？啊，想象下啦，係咪？跟住變成伸直手喺上邊，伸直逼埋，落翻嚟，再逼埋，落翻嚟，再逼埋吓。好似兩個英文字母咁喎，係嘛？你估下係咩字母啦吓，自己。OK， 呢個伸直手逼埋嗱啊，一個圓圈咁樣，圓圈，跟住伸直圓圈吓，淨係睇隻手啦，好冇 ？OK， 好，停一停先。哦，OK 吓，做唔足唔緊要嘅吓，盡量跟足啦吓，扮一扮嗰個字母啦，好冇？跟住到呢一個啦，想象下又係咩字母啦？呢個，哈哈 ，OK， 好，跟住叉開啦喎，啊，沿住個前臂嘅方向咧，伸出去兩邊嚇，呢個咩字母？跟住到變成呢一個又係咩字母嚇？OK 嚇，繼續做先，兩隻手咧曲埋嚟，手踭逼埋喺度啦嚇，個前臂咧就係打斜舉起，跟住向前臂方向伸出去兩個嚇，伸直手係咪？呢個好明顯係 W 字係咪？跟住呢個咧好明顯係 Y 字啦係咪？嚟多次先 ，OK， 好哦。如果反唔到點算咧？咁樣嚇，咁啊多啲做拉筋啦嚇。咁我哋而家做一個拉筋先啦，將隻手咧擺喺後邊，跟住咧挺身 ，OK， 跟住放翻嚟呢邊手頂住挺身。咁就可以鬆翻呢啲位置啦 ，OK 嚇，好，俾多個英文字母好唔好嚇？一隻手叉腰先，另一隻手伸直指向上邊。哦，呢個係世界嘅英文字母嚟嘅，係咪？盡可能咧就伸高少少咯，隻手嚇。好，落翻嚟，跟住另一邊叉住啦，呢度沿住一直線上去啦，係咪嚇？個身咧唔使點樣喐嘅嚇，即係唔好打斜嚇。OK， 好，另一邊，想唔想得到啊？係嘛？呢個係世界嘅英文字母喎，係咪嚇？一個係 D 字，一個係 B 字啊，好明顯就係嚇。OK 嚇，俾多次嚟啊。OK， 盡可能伸高少少好似一個伸展嘅感覺咁樣。OK， 好得嚇。OK， 今日嘅運動咧，暫時到呢度先嚇。簡單嘅英文字嘅演繹，我哋嚇。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聽朝10點鐘準時見面。